台中市政府为着要解决台湾大道塞车的问题，推动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哦。其中工业一路到安和路段，今年的5月底才通车，也毋过最近哦又搁在施工，有民众就质疑讲施工的品质真歹。市政府是解释讲，是因为连续的落大水雨，路面哦才会袂平，会赶紧来修理好势。全新的路，但是几下个所在拢出现施工围篱。我过去看，路边从大面积乌雕，下骹出现红蒙头的风站，顶悬下骹差几公分。当地居民讲，这条路才通车无偌久尔，即马搁在施工，工程的品质可能是有问题。当然，如果是新的道路，如果施工品质就要改善了，就要注意这个施工品质。道路品质不好的话，你如果有坑洞、凹洞什么的话，可能就容易造成意外吧。为着疏解台湾大道伫上下班的时段一定会塞车的困扰，市府是积极推动市政路延伸工程。地标的市政路对工业一路到安和路段，今年5月底才办通车，但是才过3个月，新的车路就开始凹一个补一个，至少有4块区域，防围离的乌路，毋若经过的车爱一直变换车道，公共建设的品质嘛受到质疑。除了要究责施工厂商的问题，然后还包括建设局啊，你整个的验收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？为什么可以这样品质这么差的路可以验收？因连续好大雨影响，导致地层含水量较高。为了维护路面的平整度，本局已责成施工厂商于保护期内尽速修复改善，预计本周全数完成。台中市建设局解释讲是进前连续落大雨，才互车路落落去，相关改善作业拢是保固范围，是厂商办理修复，未增加市府的支出。施工期间已经配合做交通维护措施，除了提醒过路人经过这爱减速以外，接落来嘛会持续监督施工品质，确保车路的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